11月9日，由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国际东突厥斯坦组织联盟、哈萨纳等3个非政府组织召开的国际维吾尔论坛在布鲁塞尔欧盟议会大楼开幕。为期2天的国际维吾尔论坛会议在欧洲议会部分政党的支持下举行，来自国际维吾尔研究人员、政治家、法学家、维吾尔公众人物和国际人权组织近300人参加。根据媒体报道，本次论坛的主要目标是与国际组织制止中共政权正在实施的维吾尔种族灭绝，讨论各项相关议题，并作出决定。近期，中共修改了立法法，修正草案删除了有关经济改革和开放的内容，增加了意识形态的相关内容。中共的此举将把中共未来带向何方，引发了外界的疑虑。11月2日，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立法法一审修订草案，称要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11月29日。外界注意到，修正草案的第3条删除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内容，代之以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等意识形态内容。日经亚洲评论指出，这加剧了外界对中共下一步政策走向的担忧中共越来越重视安全和意识形态，而走向封闭和放弃经济改革。在中国，立法法是宪法性法律，目的是规范制定和解释法律法规的相关活动，包括中央立法权力的行使和行政立法及地方立法的关系协调。因为中共一党专制，要求法律法规必须统一和一致。新的修改被认为有可能降低经济增长的地位，以突出安全为借口加强军事和意识形态管控。中国观察家分析，习近平在中共20大报告中一再提到安全问题，首次超过对经济的强调。在中共党媒央视新闻的报道中，11月8日，习近平视察了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此次视察除了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3大头衔之外，还增加了过去较少出现的军委联直总指挥的头衔。习近平在视察中强调，此行是要亮明新一届军委贯彻落实20大精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的决心态度，要求全军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加快提高打赢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的此番强调引发了外界的关注。中共20大刚刚结束，当局就重启了毛泽东时代的供销社和食堂。时评人员表示，当局的此举有2个原因：一是中共和国际脱轨已成定局，闭关锁国不可避免；二是为战争做准备。因为中共一旦侵台，必定会受到国际制裁，所以要实行战时经济，生产资料国家垄断，统购统销，各种物品按配额分配，这需要一整套的系统，最完备的就是供销社，所以中共开始强化供销社。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于11月6日在埃及开幕。会中，5名海外流亡藏人代表强调了西藏高原生态环境与气候的变化对亚洲乃至全球的重要性。他们还与国际环球研究人士一起讨论了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并谴责中共多年来对当地生态的大肆破坏。根据西藏之声报道，出席会议的5位藏人代表向印度环境部长递交了关注西藏环境的呼吁信。本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从11月6日至11月8日举行，有120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代表及活动人士共有上万人参加。藏人代表还将继续参与一系列有关生态环境的演讲与会议。此外，世界遗产观察组织近日发表了2022世界遗产观察报告，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新审查存在争议的西藏可可西里世界文化遗产地位，并建议将藏人的文化、精神价值观纳入对可可西里的环境评估报告中，保障当地藏人游牧民权益，让藏人参与到当地的项目管理。